从以前有投票权开始，其实都是一直跟着父母亲的脚步。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盲目的跟从，变成说没有办法了解说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因为变成说以前有很多例子都是我们的长辈去帮我们去争取出来的，可是问题是搞到后面我们这一辈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清楚说这些长辈是花了多少的力量、多少的汗水，帮我们争取这些福利。那谈贿选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最近有跟一些长辈在那边聊天，那其实我们提到个问题，那我觉得现在的选举就是有钱还不一定选得上，那没钱是保证选不上。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歪风，我觉得变成说助长这些选举中的不公义啊。那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之前坦白说，我看到马友比翁候选人，他这样的背景，然后这样没有财团，然后再没有政党，其实我觉得我看到，其实我觉得他很勇敢，我是觉得他是蛮勇敢的，因为现在的候选人，我觉得我们到底是要选贤与能，还是选钱与闲呢？选钱与闲，闲是闲没事做的闲。那所以变成说，当然为什么我要支持马友比后？其实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的理念跟他的一些想法感动了我，然后让我觉得说这次我们平地原住民的选举，我们年轻人一定要跳出来。那在这里呼吁所有的长辈，还有我们的年轻一代，然后1人200，然后我觉得来支持，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光荣的选举，一场盛事。那我们就是全力的参与。以上谢谢。